我单身，今年七夕对不对？我大概单身了3个七夕了，这个可以帮我下标吗？可以。其实我觉得蛮有效率的啊。我觉得啦，我没有试过。我真的很害怕你们这样子。讲之后可能。钟佩芝，耶！好。立冬说要帮你介绍好男人，那你好男人的定义是什么？成熟，有智慧，长得像孔刘。所以孔刘是我的天菜，是我的天菜。对对对。最美的爱。谁啊？太美了。有一段时间结束了，因为就是不适合，突然觉得那是一个结婚对象，相处了一下下，1个月多我就没有等一下，我真的觉得上次是误会一场，因为我一直收到的问题是有没有欣赏过人，那想说是个人，也不能因为就是都已经30几了，然后说没有我没有欣赏的人，就是我会自己打自己，所以我想说有啊，有欣赏，有不欣赏的人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一切误会就没有，我真的我没有。前阵子最常跟朋友讲的是，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没桃花、真的没有啊！你们真是好啊！我单身，今年七夕对不对？我大概单身了3个七夕了，这个可以帮我下标吗？可以。有试过说在网络上交友，还是你个人是什么状况？如果我不是艺人，我会考虑。最常见的是，你有吗？我很好奇，我身边的人很多啦，就是大家开始建议一些健康的认识新朋友的方式。我觉得直接相亲比较快吧，就是网络很多。直接面对面这样。对，为什么我觉得真实很重要？就是现在的太多东西都好像有的时候人不知道是，我觉得大家都其实可以学着去接受真实的自己。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放很多滤镜啊、很多特效啊或什么的才叫漂亮，不用跟着现在流行的标准，就是做自己就好了。所以网络的真实度不会比坐在这边这样子。最能接受相亲。相亲我觉得蛮有效率的。我觉得啊我没有试过。我真的很害怕你们这样子。讲之后可能。顺其自然啊，应该这样讲。我现在抱着顺其自然的